每年九龍東潮人聯會同九龍西潮人聯會都會舉辦特色活動，推廣潮汕文化。今年仲有突破，兩個聯會合辦潮玩潮宴潮汕文化嘉年華2025，由9月28號起至到10月1號國慶日，喺九龍城賈炳達道公園球場擺放咗20幾個攤位，銷售潮汕特色產品同埋免費試食攤檔。大家千祈唔好錯過，大家嚟到嘅時候一定要品嘗潮汕特色食品，包括牛肉丸、胡椒豬肚、潮汕滷水同埋功夫茶等等，仲有好多本地嘅特色產品，好似係雞蛋仔、蛋撻同埋文創產品。嘉年華仲有精心規劃嘅潮汕特色建築場景體驗，青年樂隊現場表演。另外，為咗支持11月舉辦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現場亦都特設咗主題互動遊戲攤位，包括高爾夫球、手球、擊劍、保齡球等等。大家記得唔好錯過，介紹多啲朋友嚟到食潮汕特色美食，買下嘢同埋到攤位玩下。記得要係一啲特色嘅打卡點，影相留念。